邀請我哋嘅世界旗袍聯合主席韓欣女士，大家掌聲邀請。韓英女士是世界旗袍联合会主席，她也是一个非常活跃在国际舞台的艺术家。她拥有本科、硕士、博士学位，在中国、日本、维也纳的学院都有过音乐相关的教育。她为了世界旗袍会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，已经有世界范围内有300多个分会。她现在在继续为我们到世界旗袍会的继续发展更加辉煌而努力。韓欣女士係世界旗袍聯合會主席、聯合國榮譽藝術博士同埋文化大使，佢活躍於國際舞台，而且係一名著名嘅表演藝術家、導演同埋教育家。咁同時佢畢業於中國、日本、維也納音樂學院，而且擁有本碩博學位，多次喺國際賽事中獲獎。作為世界旗袍聯合會創辦人同領軍人物，佢10年嚟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，推動全球旗袍藝術交流。而今聯合會已經喺全球各地建立咗300家嘅分會，喺佢嘅帶領之下持續發展，再創輝煌。Dr. Han Ying is chairman of World Qibao Association, honorary doctor of arts and cultural ambassador of the United Nations. She is a renowned performing artist, director, and educator, active at the international stage. She holds bachelor, master, and doctor degrees from prestigious institutions in China and Japan. She also won the